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，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变的爱。约拿拒绝回应上帝宣教赦罪之恩的呼召，他的理由很特别，他是说：我知道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。因为上帝不变的爱而拒绝上帝的呼召，逻辑上当然是行不通的。但是这样的拒绝，这样的借口确实是存在的。即便是到了福音书的时代，我们看到犹太人，看到法利赛人、经学士还有祭司们，他们都是如此的。耶稣基督在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也看到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先知这样说的：上主啊，没有其他的神能够跟你相比，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，你不长久怀怒，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。你要再一次的以仁慈待我们，你要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，抛入海底，正如你古时候应许我们的祖先。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信实和你不变的爱。上帝不变的爱更是无差别的，无论是对亚伯拉罕以及选民们，或者是对如同尼尼微城的外邦人，上帝的爱都不曾改变。上帝不变的爱只有对一种人是没有功效的，就是那些选择拒绝救恩，坚持要接受割礼的律法义务的人。一旦他们坚持要行割礼的律法，就是放弃了耶稣基督的恩典。但若是诚心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，那么是否已经接受割礼就不那么重要了。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，就是因不变的爱，是永远的救赎。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6节，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接受割礼，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。现在我再次的警告你们，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必须遵守全部的法律。想依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的人，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，自绝于上帝的恩典。至于我们所信的，所热切盼望的，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，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，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永久吗？你转脸不顾我，要到几时？悲愁日夜侵袭我，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？敌人向我耀武扬威，还要多久？上主我的上帝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，
别容许我的敌人说我们把他打倒了，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欢乐。然而我依靠你不变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施恩厚待我。谢谢上帝赐下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你永恒不变的爱，让我们一切相信的人就必得到救恩，得永生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